欢乐一寡弱势囡仔哦，伫歇寒无所在通去，有袂少社会团体拢为囡仔来办活动。过年要到咯，某企业捐一批新的外套，或者囡仔穿新衫过新年。若有随一通耍，阁有志工斗过，来自弱势家庭这细苦的同学歇寒了后，也是照常来到景观基金会所办的儿童服务中心来报道。就是妈妈叫我来，有朋友就还好，然后如果没朋友的话就不想来。虽然是互老母要求来的，毋过来甲遮有朋友会当做伙耍，都袂感觉遐尔无聊。如果没有规划，他就会建议家长就让小孩玩，不然其实大一点的孩子很容易在家里玩山西。儿童中心对弱势家庭有提供照顾服务，嘛有办美食的托育服务。暗时啊，拢会来遮做志工的陈先生，伊是一间囡仔衫就是公司的财务长。进前，伊就甲公司提案要捐外套，互遮的弱势囡仔。这过年，就130个囡仔有新的外套会当穿。因为小孩的衣服，其实我们也会看到，不见得就是那么干净，或是适合他们现在的身材。然后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让孩子每个有外套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可以穿比较久，因为外套就会尽量尺寸大一点，让他们就可以多穿几年这样。优质的产品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以及儿童，那希望可以在未来的一年，那大家都过得更好。儿童中心观察，为家庭伫咧疫情期间经济受到影响，无钱替囡仔买教材，也是新的衫裤，所以基金会嘛拍拼咧讲合作，嘛有愈侪民众也是企业捐送物资提供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